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美国的联准会宣布升利息升2码，利息是来到4.5%，这是2007年以来新高。联准会虽望有打算要放慢升利息的脚步，也毋过嘛有说讲利息会升到5%以上。美国股市虽变面，收盘三大指数拢受压。 美国联准会升利息2码，根据12月决策声明，最近支出甲生产指标指向适度成长，就业成长继续增强，失业率保持低点，通膨依然正悬，反映甲疫情相关的强势实行，较悬的食品甲能源价格，甲物价压力，俄乌战争继续影响，通膨风险互人高度关注。Today, the FOMC raised our policy interest rate by a half percentage point. We continue to anticipate that ongoing increases will be appropriate in order to attain a stance of monetary policy that is sufficiently restrictive to return inflation to 2% over time. 联准会搁按算到2023年底，借贷成本至少搁增加0.75个百分点，失业率提悬，甲经济成长将要停落来，即嘛讲降利息，也搁胜过早。The inflation data received so far for October and November show a welcome reduction in the monthly pace of price increases. But it will take substantially more evidence to give confidence that inflation is on a sustained downward path. 美国劳工部顶个月公布全美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7.7%，比市场预期较低，是1月以来上低水准。根据美国政府13公布数据，也显示全美国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7.1%，比市场预期还佫较低。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在当地关心天气，今年头一波大陆冷气团已经到位，刷落来会愈来愈寒。那今仔日，伫本岛透早上低温甲昨昏同款，拢伫新北市的富贵角是11.7度。那各地低温普遍是15度至18度。同齐咱来看温度。明仔载锋面通过，落雨的范围会变搁较大，中部以北、东半部会较明显，南部嘛有局部地渐雨。那明仔载暗开始，头一波寒流会落南，温度会下降。拜六北部、东部拢会落雨，中南部是较好天。那温度是拢会继续下降，愈晚愈寒。拜六礼拜2天，即马寒流来啊，台北会降到8度左右。那本岛平地上低温可能嘛降到6度左右。礼拜到拜一的透早是寒流上强的时，天气会真寒。后礼拜一的日时，寒流才会减弱，天气才会恢复稳定，温度嘛会小可回升。入冬的头一波大陆冷气团到位，气象局表示，刷出来会愈来愈寒，因为入冬头一波寒流16会到，拜五暗开始到拜六礼拜，北台湾上低温可能剩8度至6度，那中南部甲东部低温大约嘛是8度至10度左右尔，而且伫咱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会落雪。 全台冷气机因为北平和压冷空气入来，寒流会伫个16暗时到位，就话北台湾上低温会有6度。 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在比较偏向是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呢，低温是可以来到6度、7度这样子的程度哦。气温直直落，浸温泉人也变多，也带动温泉饭店业绩成长2到3成。 增加的蛮多的，我想至少3成、2成都有。就是要这种天气才好泡汤啊，对，比较舒服。低温影响山区一向结冰结霜的情形，按算17到18，3000公尺以上山区可能有落雪几率；中部以北2000公尺以上山区也有可能落雪。 看起来在17号的下半天到18号的中午以前啊，在北部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应该都有下雪的一个机会。苗栗以北目前预估沿海风浪地区在8号凌晨可能会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所以这个我们体感感受的温度可能都会低于6度各是各定的天气，如果爱维持到16，一直到17透早才会开始转做大冷。建议厝内底有老人囡仔民众爱做好准备，爱穿好烧。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非洲国家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近是在落大水雨，造成水崩山，上无已经造成50个人死亡。另外，托尼基南部嘛因为落大雨，即马在做大水，感觉车冲去，上无已经有500台轿车受害。
金厦沙这条主要的道路，去土石流冲断去，搁塌真大坑，路边的厝梯规个嘛带落去。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近大水雨为金厦沙带来严重灾情，包括通往主要海港马塔地的高速公路，敢若亲像切断去同款，至少造成50人死亡，其中包括1家伙9个人全部带伫土堆内。Oui, à partir de 5 heures, ma belle Kitty est fini par un nyonso. D'habitude, mais au moins, on a 9 personnes qui ont fui. 当地居民怪政府基础建设做伤差，才造成这件无法挽回悲剧。金厦沙较早是刚果河边的小渔村，因为都市发展，目前已经是非洲上大的城市之一，人口有1500万。不过当局管理不当，让这个城市受到气候变迁所带来天灾威胁，造大水愈来愈急。看同年期，最近大水河侵袭南部省份，大水甲道路淹去，车辆冲走，有一寡车就安尼蹲规堆，会当想到迄个时阵水有偌悬、偌错流。当局估计有将近500台车，也甲上100栋厝，一暝就规个毁损。也有一个农民为着守护温室农作物，所向心脏病死亡。另外，葡萄牙首都里斯本6天内2届做大水，市区规个淹了，通往市中心的道路，毋是长期就是无法度通过。当地真侪民家甲商店拢受到冲击。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世界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经济部伫昨昏公布离岸风电第3阶段开发，头一期选厂商的结果，其中有6间业者摕到10座风场。若这届是真竞争，有7座风场直接开免钱来竞标，若另外3座风场嘛，敢若开1角银尔，拢创下纪录。来关心《自由时报》，诈骗集团毋若敢若利用面册咧看诈骗广告，最近嘛咧看因头路的广告。只骗一寡要找头路的人，骗到因的口座了后，就甲人压起来、关起来。检警联络面册的母公司美塔，要求因来处理，并且嘛有抬掉583个诈骗网页。若过来一半冬，领到的诈骗集团扣到的不法所得已经有22亿。来关心咧读报。计程车司机因为钱变薄，钱真歹赚，业者佫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真大，即马有向台北市政府提案，希望会当调整7年外拢无叮当过夜800支的计程车钱的算法。台北市政府即马嘛已经决议讲，800支的计程车钱跳表起跳对70块，调悬到85块。若停等的秒数嘛对80秒跳5块，改做60秒就会跳5块。在议会已经通过啊，打算伫明年的4月份会开始实施。嘛是一个新改变，这是对昨11点开始，台北市中孝西路的外车道开始开放，逐天暗时11点到加长工透早6点，乌多摆会使行，因为这段时间车较少。若伫尖峰时间，总共公车和机车做伙，可能就有安全的问题，所以这部分先无考虑。台北市高龙桥交工处工作人员无用伫路口改标志，因应原本禁行机慢车的中孝西路，10时暗时11点开始解禁。原本禁行机车的告示牌也加注禁行的时间。未来机慢车伫逐天暗时11点到返长工6点，拢会当通行。不过开放的时段毋是一般通学通勤的需求时间，也引起讨论。好像对我们这种机车族没有什么帮助啊。对，所以你会觉得每次到这一段都很不方便？对，很不方便。有可以通比不能通好啊，对啊。像你自己到这边就是要绕一下这样。对，就是一定会，不管绕左边还是绕右边，都是绕路啊，多等几个红绿灯这样。台北车站前中孝西路禁行机车已经有44年，是安怎选择伫暗时甲透早解禁？高龙处是讲，这是依照中孝西路24点钟公车班次统计资料，基于机车行车安全，也甲动线交叉的考量，选择伫公车班次较少，也甲车流量相对有较少的时段开放。未来是毋是有可能开放其他时段？爱个观察。民团这边有建议，就是其他的一个时段的一个开放的部分，我们就是会等这次开放以后，然后再观察整个驾驶人的一个用路的行为，再来做后续的一个评估。
对这代志，台湾机车路权促进会是批评开放机车时段真无诚意，互人无法度接受。要招车友24暗时到中华西路表达不满甲诉求，佮点名特别上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要求全面检讨台北市禁行机车的交通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已经稳定啊，即马观光业准备要大发挥。也毋过伫中华业台湾好行清水岩线，也佫有中南快线，伫每年元旦就要收起来，无要佫驶啊。营运的客运业者是表示，因为因感觉需求量有限，也毋过在地观光业者是认为真无彩，希望毋好停。公车停伫维修厂内当维修，原任客运营运5年的台湾好行清水岩线、中南快线，传出明年元旦开始停开。这2条路线拢是以高铁彰化站做起点，经过南中华田中、社头、宝岛、溪州这观光景点，客运业者证实，主要原因是运量实在伤少。其实乘客都几乎都空车啦，几乎每天开那么久以来，几乎都是空车，所以载乘量几乎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撑的是很辛苦，都几乎载不到客人。不过南中华的观光业者讲真可惜，因为目前台湾的疫情转好，大好是观光要搁欢迎的时阵，当地除了台湾好行，并无其他的公共运输，因建议把这2条路线的起站改做甲鹿港线同线的高铁台中站，安尼运量就会增加。让游客选择可以到我们的北彰鹿港，或者是到我们的南彰来旅游，我相信一定会带来台湾好行不一样的风貌。它是透过原客，就客运业者自己跟观光局那边申请的。那大部分我们在彰南地区的那些工厂，那或者是那些相关的旅行的景点，大部分是以自驾，就是开车或者是游览车的居多。南中华观光业者是希望会当改变，不过中华县政府是讲，当地游客大部分是家己驶车，也是坐游览车较侪。台湾好行是客运业者家己规划申请的，即摆因为营运考虑取消，会尊重市场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抖音伫美国引起国安疑虑，所以美国国州进前有用国安理由禁止使用抖音了后，共和党的议员卢比欧伫13日时冒发起禁止用抖音的下党派法案，要禁止有中国和俄罗斯影响力的社群媒体公司伫美国的营运。不过抖音是强调讲，因用户的资料拢欠伫中国以外的地点，认为这个禁令伤过政治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无帮助。抖音在成立6年，全球累积10亿用户，伫美国有8700万人。为时事评论、电商杂货到生活大细项代志的超吹，抖音已经拜主流的社群平台。不过也因为中资背景，引起国际对中国当局监控用户，也加审查内容的安全疑虑。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加共党的众议员盖拉格，也有民主党克里斯纳姆斯，13共同提出禁用抖音的2党法案，若做通过，有中国甲俄罗斯影响力的社群媒体公司会无法度伫美国营运。抖音代表9月伫国会听证会讲，用户资料放伫中国境外的安全地点，中国官方并无准出权，不过显然无法度消除华府的疑虑。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为2020年持续甲抖音进行协商，不过到即马也无定案。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瑞伊顶个月伫国会听证会表示，中国真有可能借由抖音收集美国用户的资料，搁做情报收集加内容监控。月初伊伫密西根大学演讲时阵，搁再提醒外界，抖音有国安的疑虑。All of these things are in the hands of a government that doesn't share our values and that has a mission that's very much at odds with what'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hould concern us. 美国前总统川普伫2020年就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用户用抖音，不过去互法院驳回。即马全美国陆续有9州州政府禁止公务设备用抖音，法案是毋是会当顺利过关，就要看卢比欧伫后一个会期提案结果。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英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超过11%，劳工的薪水是赶袂付钱变薄，造成即马包括运输、也有邮局甲学校一寡行业拢有发起罢工。医护人员、护理师工会嘛是头一届参与罢工，因是表示，总共无要调悬薪水，安尼医护人员日子歹过，可能嘛影响医疗品质。
伦敦上无用的滑铁卢转运站，一队旅客是客伫大厅看电子荧幕，都惊要坐的车是慢粉还是取消。但是这种情形毋若干那发生伫火车头，小连续到细汉罢工，互英国的交通运输是规个停落来。We want to get home, we don't know how when the trains aren't working. 拜业合资方的协商共款是讲无成，运输联合工会13是开始罢工到明年的1月，包括铁路、高速公路的工人、巴士的运将和机场卡网搬运工拢会参加。伦敦希斯路和盖维克机场边境管理局的员工也等在会罢工8天。We're looking for some compromise. We need an improvement in the pay offer, which is way below inflation, and our members have voted against that on Network Rail. 中小学的教师是选择1月罢工，医务人员是这礼拜3开始罢工2天，护理师拜4接的，开始106天来第一摆罢工，暗算会有10万的护理师来参加，嘛表示这是不得已最后的手段，批评政府协商的时阵把问题闪掉。虽然讲以后罢工有可能让原本就欠人力的病院更加紧绷，但是有1/4的病院嘛讲，真侪员工拢爱靠食物银行来救济，个也未困境已经影响因的心理健康。We're seeing double the number of patients every day that the A&E was built to see. We're striking so we can get the pay, so we can retain staff and resolve this crisis, which is harming patients. 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英国的通膨率已经来91.1%。即马大的成本是提悬真济，但是劳工的诉求，政府和资方敢若是无得插。政府表示讲，公部门包括医护的薪资问题，已经拢经过评估，希望罢工会当停止。佮讲因为新冠疫情和冬天来啊，国民保健署是受到真大的压力。铁路公司是讲，今年已经起5%的薪水，明年会佮加4%，无愿意回应劳工的要求。公司新闻纽言编译。今年10月份迄时，中共20大开幕迄一天，伫英国的曼彻斯特中国总领事馆外口有人抗议，那这抗议的人尾也是互拖入去内底拍。即尾啊，英国的人就要求讲要甲中国这的外交人员赶出英国。中国即马嘛已经加这6个中国外交人员调离英国。那即马英国的外交大使是表示，这代表英国坚持法治的态度有产生效果。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发生女营香港人伫馆外抗议，和总领事馆人员拍的事件2个月了后，英国要求这6名外交官这礼拜放弃外交合编权接受调查。到伫期限要到位进前，北京调离6个外交官，其中包含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This demonstrates that our adherence to the rule of law, the seriousness with which we take these incidents has had an effect. And we will continue on the world stage and domestically to abide by the rule of law, and we expect others to do likewise. 克莱佛利亚对这6个人无面对司法定数感到失望，调离的总领事郑希元捌向英国媒体承认捌介入事件，毋过无承认攻击示威者。佮表示迄时阵总领事馆人员的性命受到威胁。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对记者提问，指证是郑希元任期已满，放调回国，佮强调是正常人员轮换。佮发声明批评克莱佛利的讲法歪曲事实，指责英国无善尽保护中国总领事馆的责任。Highlighting our objection to Chinese behaviour in Xinjiang with the Uyghur Muslim minority, their failure to abide by the commitments made over Hong Kong, and indeed the sanctioning of my parliamentary colleagues here in the UK. We also did so in response to this incident, and it is righ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now removed these officials from the UK. 不过，由英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外交官到伫英国虽然清楚显示因的罪责，不过英国民众合理期待境内犯罪人拢爱承担后果，这是法治的依据。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来关心印度和中国两国的边界，这的阿兵哥最近有发生冲突，亚军啊相拍。印度的国防部伫拜2是有证实这项代志，嘛讲双方拢有人受伤，也毋过无人死亡。中国的阿兵哥即马已经退转去因本地位，这嘛是两国伫2020年6月份发生20多人死亡的冲突了后，搁再伫边境发生冲突。印中两国各爆发边境冲突事件，印度国防部13证实，边境军队撤到伫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查邦的达旺地区，阻挡中国解放军进入中线实际控制线，并无发生严重伤亡。अध्यक्ष महोदय, मैं इस सदन को आश्वस्त करना चाहता हूं कि हमारी सेनाएं हमारी
भौमिक अखंडता को सुरक्षित रखने के लिए पूरी तरह से प्रतिबद्ध हैं और इसके खिलाफ किसी भी प्रयास को रोकने के लिए सदैव तत्पर है हमारी भारत की सेना। 印度媒体报道，事件牵涉300到400名解放军在龙牙邦想要越过边界，双方才发生冲突。印度政府强调，双方冲突了后，中国士兵已经退回原本的位，双方指挥官也进行协商，中国式回应，中印边界局势总体稳定。据我们了解，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涉边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 中国同时呼吁印度遵守进程的协议，不过中国讲法并不说服印度民众。13地孟买甲北部的查谟、卡什米亚邦，有群众上街路抗议，部分人士高烧中国国旗。印中两国有一条3800公里无标定的边界，双方把协议无伫实际控制线沿线用清。2020年，两国士兵伫拉达克地区的加勒万河谷发生相拍。 造成20名印度军人加4名中国士兵死亡，和印中关系正紧张。也安尼，国际之间特别注意最近上新的情势发展。公司新闻收反映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 乌克兰的部队军队今仔日对外表示，俄罗斯搁锁定首都基辅发动攻击，出动一阵伊朗的无人机来攻击，也过拢已经互乌克兰拍落来啊，嘛无人受伤。为着要甲中国拼场，美非峰会非洲有49个国家的头人伫华盛顿参加峰会。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讲，伊支持非洲联盟加入G20，嘛要全面投资非洲，互非洲有民主有更较好的经济发展，嘛要投资几若10亿的美金。 来关心美国的国会和行政部门的中国问题委员会昨昏是召开听证会，要落任的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有发表讲话，伊是批评中国无遵守 WTO 的规定，世界袂使搁激点点，世界嘛袂当甲造成你放伫理念的头前，因为已经证明讲经济无法度互中国的人权变好。 那中国即阵针对疫情是已经放弃清零，北京疫情即马是拖真紧，病院的发烧门诊也有药局拢出现人丁。中国嘅卫生单位即马已经表示，即马正学追踪确诊者，所以目前是拍拼要提供药啊，和药啊供应市场无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昨昏伫记者会顶头是表示，伊希望伫每年伫某一个时阵，即个新型冠状病毒就不再是 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We're hopeful that at some point next year, we will be able to say that COVID-19 is no longer a global health emergency.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希望明年新冠疫情会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当中除名。不过，中国北京则多因为顶礼拜放任防疫政策，病院发生门诊甲药局拢出现排列的人，除了出现药品甲快筛试剂欠货情形，也有人先囤药啊，甚至有人抢买仿制药啊。我们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千方百计推动企业 迅速稳产、达产、扩人扩产，加大重点药物市场供给。中国民众即马免验核酸、免强制隔离，虽然得到自由，不过官方已经无法度追踪确诊数字，每一个人皆能做好自我防护。另外，这波疫情是不是影响台湾？指挥中心认为，目前中国边境防疫政策，依然爱48点钟内核酸检测，唔免伤过烦恼。 他们在搭机前48小时内都还必须要有这个核酸检测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是对我国的一个边境目前还可以。 中国放任防疫措施被认为是疫情提悬的主要原因。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无安尼认为，因为早伫中国政府决定放弃清零进前，感染人数已经欠悬。对中国来讲，清零政策已经不是伫战略上上好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疫情当严重，即马中国人拢烧钱咧买药啊。咱国内就药师是药工，伫旧日过年过了后，咱国内退烧药啊、消炎止痛药啊，这可能嘛大欠货。呼吁药师要赶紧了解即卖库存量。药师表示，最近咧监控，确实有发现咱国内退烧药的销量有增加，政府有咧监控，有咧做。最近天气10个冷，疫情升温，毋但感冒发烧的人变多。14国内本土确诊数各增加17549例，甲顶礼拜同期比起来，嘛增加5.1%。即马传出若是小三通电开，对方因为解封欠药啊，恐惊会真侪人来台湾抢药啊。我预估了哈，在过年前可能这个普拿疼应该是可能就没货了哈。那其他台湾制的可能还有，可是过完旧历年，很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大缺货的一个状况。库存量是不是够我们以往销售量的有1.5倍到2倍的一个库存量？可能数值已经低于1了。那可能就要立即停止出口。药师呼吁民众，药品有保存期限，唔通囤货。药师也建议，只要成分是乙酰氨酚的退烧药啊，拢会当使用，唔免坚持特定品牌。啊，不过对于退烧药啊，可能欠货，民众好亲像袂烦恼。缺药的话，我们台湾应该是不会缺药嘛，药很多啊，很多药不能随便买吧。药师表示，对于退烧药开始做监测，要求药厂准备6个月库存的原料。若做真正出现药品欠缺，也会启动专案进口加专案制作。有观察到，现在社区药局在购买退烧药的人的确有增加了，但是因为原因不是很确定。整体以现在目前供应应该是正常的。现阶段我们并没有接获到说退烧药有缺药的一个通报案件。当然，我们还会再持续观察现在的整个供应的情形。药师提醒，根据药事法，有合法许可证的药商才会当大量寄送药品。民众若要寄送予海外亲友，除了爱控制数量，嘛爱了解当地法规，以免造成亲友互人罚。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9合1选举，民进党选书，总统蔡英文随时调民进党主席。即马民进党要进行主席的选举，副总统赖清德已经表态，昨昏嘛委托前文化部长郑丽君替伊去登记参选，伊嘛提出会要完成4项目标。另外，内阁改组的部分，有人是建议爱找前副总统陈建仁，即马来换行政院做行政院长。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伫立法院这个会期结束了后，也和总统讨论。委托前文化部长郑丽君到党中央登记参选，副总统赖清德投入民进党主席选举。因为进前确诊，要在健康管理期间，所以由郑丽君代伊登记，也提出爱完成4项工作，包含协助稳定政局、升级检讨、赢回人民信任、广大人才引领创新进步，守护台湾，促进民主的和平繁荣。那此次选举，本党遭逢挫败，在民进党最需要检讨反省、重整再出发的此刻，他身为民进党的一份子，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勇敢承担，团结党内，重振士气。这一摆9合1败选，民进党重新检讨，内阁一直有改组的声音。前副总统陈建仁被点名组阁，郑文灿可能做副院长，林佳龙做内政部长。陈建仁则是出席行政院方案会议，引起联想。他已经来开过好多次了。至于内阁的改组，在立法院会期结束后，我和总统讨论定案，会跟社会大众报告。改组爱搁等地区会期结束，摆乌条款即嘛是关注的焦点。正议版本拜四要通过，这时阵台南市议会议长选举，民进党所有人指出有乌金涉入，被点名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则是宣布失去中执委，专心司法诉讼。枪击案中，我是受害者，却遭攻击为黑金。任何以政治操弄的手段攻击本人之言论，亦将一律循法律途径予以追究。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加案乌金议题，台南市长黄伟提表示尊重党的机制甲个人意志，强调任何人若违法，都应该接受相关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那伫9合1选举新选调的县市首长，伫12月1号会上任。要换人做的这个县市，拢已经有成立交接小组。那台北市的市长当选人蒋万安伫昨昏是个公布第2批以小类过的人事名单，不过名单内底并无公布副市长的人选。另外，即马有风声讲有外县市咧向台中市政府借人才，那台中市长卢秀燕嘛证实讲，确实有这件代志。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公布第1批小类过人数，社会局长姚淑文、消防局长莫怀祖、编辑局长李迪安、新任资讯局长赵锡龙、法务局长连东凯，今年37岁。劳动局长由现任局长高宝华留任，教育局长唐志明是捌做过外市府任内教育局长。这一摆搁转来，不过这批人数名单当中无看到副市长的人选，引起外界关心。如果说一旦确定了，我们会跟媒体朋友还有外界来做一个报告。那至于讲说在12月25号之前，当然万安市长他也持续的来做这些征询延揽，希望都能够到位。9合1大选结束，新任县市首长要伫2号就职，外界也十分关心各县市首长的内阁名单。台中市政府副发言人窦基珠风声要做婚姻关新闻处长，窦副发言人表示，确实有甲婚姻接触，不过目前县府也无发布禁令，尊重县府。卢秀燕是证实有外县市向台中市政府借种的代志。台中市是直辖市，那我们的首长一级首长他的职等比较高，其他县市来这个磋商借将的话，基本上首长的意愿可能不会太高。不过呢，2、3线的一些人才，有些县市有来这个商调或是拜托哈，这个是有的。卢秀燕表示，若是好的人才，无分政党，为台湾用好其他县市甲政党来参详调人才，市府拢乐于分享。不过相关人士还是要尊重其他县市，以因的发布为准。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内建发的巡航高空超音速飞弹，伫英国是互当作是军事机密。不过，前中科院长景嘉诚有头一摆对外讲这件代志。巡航飞弹是伫前总统李登辉的时代开始做的，伫前总统陈水扁的时期完成，射程会当超过1000公里，等于会当直接拍到北京。永安继续对敌中共最近用要逐工交代，国防部14发布，用军出动11架驱强机，7架强舰伫台海周边侵扰，国军动用战机、军舰、抵岸飞弹严密监控。为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中科院一个研发汽车各类型飞弹，其中速度有3米以上，射程传出超过1000公里，用一攻北京的巡航飞弹，过去被看作军用机密。前中科院长龚嘉诚第一摆伫会议中证实，巡航高空超音速旋翼飞弹伫前总统李登辉时期建案，前总统陈水扁时期完成战术测评。战术上比较需要的，我们是需要500公里、1000公里的这种远程打击飞弹，但是2000公里有什么意义在？就战略吓阻。我如果打得准的话，那如果你在2000公里这边你要对我产生任何的威胁的时候，我可以吓阻你不要发动任何战争。龚嘉诚透露，第一摆试车成功了后，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捌表示，无被稳准。针对巡航飞弹互人野出成能射程，无简单被哪吒，有合作的效果。国防部甲中科院拢表示，对于龚嘉诚个人言论无要评论。巡航飞弹伫台海作战的重要性，中心认为战术价值比战术价值较大。近年中科院有很多的试射，所以就可以推估他们在改良这个云峰系列的一些性能。特别是助推器就是用太空火箭的方法就是来测试它的助推器可以飞得多高。这些云峰系列的飞弹或者雄风21型的飞弹不会攻击这种民生目标或城市目标。苏启慧分析，国军可能应用部署巡航飞弹，为了反映有全国开始到中科院这几年试射推高改良相关性能，对射程包含北京、以前回巡航用来打击地面目标，亲像机场部队，抵反共军发动第一击。记者综合报道。国
来有人口买卖集团伫网络刊引要找人引头路的广告，薪水是开甲真悬，有成三个民众上报去面试，也毋过一上报随互犯罪集团掠起来，而且佫互关起来拍。尾下呢，佫拍算要用一个人100万的介绍，甲引卖互别的犯罪集团来用。警方是伫桃园的鼓山掠着8个嫌犯，若伫掠人的过程，嫌犯佫要驶车弄警察，警方冒开6000番罪。特警员警提前划路车，埋伏掠人看来真顺利，不过另外一边却发生警匪对峙。面对警察包围，嫌犯一直抵抗，毋嘛开车冲浪，佫加速度走。警方为连下下6000，伫2公里外掠着人。互掠到这个姓柯的查甫人造成人口反啊！警方发现成员有帮派背景，因伫网络刊登高薪工作，3个被害人为中南部情报认定，都去向加金虐待。集团成员各以一个100万转手卖予其他的诈欺组织。13伫通知鼓山交易的时阵，去予警方掠到。期间并扣留被害人手机，禁止被害人对外联系。要求被害人不许擅离，甚至以殴打被害人。全案将依组织犯罪条例、人口贩运、非法拘禁等罪嫌移送。求职诈骗全台湾拢有，除了有人伫台湾互人加禁，也有被害人互人骗去海外，到即嘛无消息。警政署统计，已经协助403人回国，毋过也有296人调伫柬埔寨甲寮国，也有等待救援。诈骗的步数多，毋来限制自由，骗钱嘛少连续发生。尤其亲像简讯投资诈骗、网络买物件诈骗，这种的电信网络诈骗占上多。这疫情啊，大家在家里面常常这个运用这个网络上网这个部分，其实常常就会收到一些诈骗的这个讯息啦。他对于这个网银这个运作不了解的，不小心的就把 OTP 的简讯交给陌生人，自己的这个账户就被盗了。今年下半年，警方查到的电信网络诈骗件数，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大幅度增加73%。警方受理相关报案，数量更较惊人，达到13000多件。即卖也有立委李明彻表示，诈骗简讯好亲像又搁开始，民众又搁收到啊。虽然接到诈骗案了后，检警事后积极调查，毋过安怎为源头防治，这是一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去看展览，新竹市的美术馆即马当地展览，是展览咱台湾22个摄影家所翕真珍贵的相片，记录咱台湾对日本时代到战后发生伫新竹的故事。新竹城隍庙过去真出名的演歌比赛，新埔奇美庙的大猪公比赛，新竹市美术馆当日展出来自全台湾22个摄影家所翕的珍贵相片，每一张拢见证一个时代。若看到过去的宗教信仰活动，买当更加了解生活历史的变迁。时光倒流就会想起那个时候那还算很年轻嘛，50年代就骑着单车到处跑，乡下跑，喜欢拍照。那竹堑呢？其实是清朝时期称这个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桃竹苗地区。所以这次所拍摄的就是说展出的作品呢，有拍摄地点是在竹堑，或是居住在竹堑，或者是出生在竹堑的，就是所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的作品。展览分做2大主题，其中信仰参生活，呈现宗教信仰参生活中的历史变化；生存参环境是记录民众生存的地理环境。彰显过去的时代背景故事。19世纪后期、中后期到20年代的中后期的时候，其实时间跨度到100多年其实见证了新竹这个大新竹地区所有相关的，不管是在信仰生活或者是环境地景的方面的一些风貌的变迁非常非常难得这项摄影展览在新竹市美术馆展出到明年的2月28，现场计供70件珍贵的相片，要带民众回去到过去，了解德참城的故事。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镜头来台东，台东大学有一个教授是带学生囡仔亲自国立台东自然博物馆去做研究。因是整理出3000年前卑南文化和中闽文化这自然人类到底是食啥，是安怎煮食，嘛配合考古，嘛推出高出菜，希望会当结合考古来推广，把这个高出菜成做台东的观光美食。为保持自然人类用火和物件的习惯，
这个肉类伫现代也用火来烘，外观看起来就亲像炒火蛋共款，有苏前味。安尼菜色是台东大学教授带学生亲入苏前文化博物馆，考究必然甲唐平文化苏前人类食器甲食材，研发出嗲皮、龟头刀沙西米、烘鱼啊、甜甜翅甲用盐生的。伫边仔骨总共有9项，毋过苏前人类感觉是会安尼煮呢？唯一应确定是苏前人类大个所在，拢出现火烧过炒火蛋的痕迹，捌用火煮物件，毋过安怎煮无法度考证，可能用想的。用直火煮的米食如果没有太好的火候的控制，那一定会有锅巴的产生。在食物烹煮方面，用火去烤这个是一定会，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但是他们也会透过就是间接的运用一些器具来做烹煮，那这个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是模仿苏前人类用火直接煮，肉类看照片就炒火蛋、刷椒布炒火蛋，佮配合天然调味料，带学生研发的台东大学教授，希望安尼餐点用推广，发展台东观光饮食的新亮点。对啊，毕竟跟文化结合，然后又可以吃。在展现上的话呢，大概有80%呢，用卑南文化的这一个文化的元素来设计出当代的我们的这个料理。没有办法说它不对，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对的是什么，所以就是在那样子的空间去想象跟你知道就是幻想，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尝试。苏前人类饮食文化，过来将研究成果搬去岛顶的物质，所以就看是毋是有业者要推广，体验苏前人类食物的风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13届的原住民族运动会，是伫每年的3月份要举办。这次届的运动会计共有17项运动项目，内底嘛包括有9项传统文化运动，就是希望让运动会当成做文化传承重要的管道。2、1。来自台湾各地穿着保共族服的原住民参观完，刚才宣布2年一届的原住民族运动会剩最后100天，这回是第13届，由台北市主办。除了16组法定原住民族以外，嘛特别用主要分布伫台北的吉达格兰族语写标记。代表台北市的泰达格兰族。原住民运动会除了一般的运动以外，还有传统文化的运动比赛，譬如拍蜡、射箭、球大蛇等等。今年新增加5人射卡球各种比赛。那这2个项目都是团体的项目，我们希望在竞赛过程里面还是能够强调我们的友谊跟团结，然后大家一起，然后来让我们的原住民文化被看见，也能够透过这个舞台，大家来竞技，然后来享受运动的快乐。运动会筹备处搁找德鲁古族歌手录影制作主题曲，搁找一寡原住民运动选手做伙拍 MV， 强调这个运动会予原住民选手一个发挥的舞台。2020年我们东京奥运，我们原民选手他的夺牌率是16%，但是我们原民的人口数在全国占有2.45%。李洪进表示，原住民选手的比赛搁较竞争好看，邀请大家明年3月14到17做伙到台北市支持原住民运动员。记者林书小桂林台北报道。来关心厝内若是有当时一个囡仔，照顾这个囡仔，这是一世人的代志。当时前基金会的董事长林正杰，把这份疼囡仔的心扩展到全台湾。伊是推动早期的治疗，也有当时前的门诊，嘛开当时前的饼店，让身心障碍者这个囡仔成长的过程袂孤单。伊讲这一切付出拢是因为有同理心。伊嘛摕到今年吴尊贤爱心奖的社会服务奖。看到阿栋来到位，当时正店员热情甲欢迎。乖乖的，有，谢谢乖乖哈。这是当时正基金会董事长林正杰所成立的阿布拉索饼店，因为家己的查某囝妙妙嘛是当时正朋友，林正杰对守护这群大囡仔，会当讲是做牛无小力。生着这种囡仔，你怎家己无坚强吼？要面对着后边这囡仔迄个成长哦，足困难的。艾布洛说迄个西班牙语哦，或者拥抱，所以咱希望讲，咱这个品牌用个来，互咱这社会，而且来甲咱买物件，即个民众来拥抱糖宝宝。
阿布拉索饼店全台湾拢总有5间，店里除了有当时前店员做来卖四手仔，阁有因家己创作的艺术品。林正业讲，训练一个当时前囡仔做饼，甚至甲人直接互动，至少要10几冬的时间。但是伊相信当时前囡仔绝对袂是社会的负担。我相信讲因其实蛮个吼趁钱，蛮个替妈妈、爸爸做家庭的迄个负担。我尽量来做。为着我的囡仔，嘛为着我的囡仔，甲我的囡仔共款，才通把我的家庭来甲因服务啦。一路照顾当时前囡仔到大，林正杰深深体会到早期治疗的重要性，所以除了成立饼店以外，伊嘛设立早期治疗中心，让身心障碍的囡仔自细汉就接受训练，对行路、踢球到洗手、食饭，学习独立生活。我们一直知道他的初心，他也一直坚持他的使命，所以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就是一起走在服务身障朋友跟孩子的路上。一份爱护囡仔的信念，支持林正杰投入早期治疗、当时症饼店、当时症门诊，甲49岁以下长期照护的计划。爱家发展中心主任讲，林正杰唔但是妙妙的爸爸，嘛是所有身心障碍应生的亲人。那孩子有什么需要，他就是蹲下来，他的眼光跟身就是高度是跟孩子一样的，所以让孩子觉得说他是跟我一样的，就是他就像家里的长辈。面对别人的恶乐，林正杰谦虚讲，同理心上要紧，期待社会会当相挺，让身心障碍家庭袂孤单。他妈我的爸爸妈妈对这囡仔拢是一世人的代志啊，嘛爱咱政府、咱社会。甲咱每一个来个斗相共或者迄个家庭拢一个愿望。记者麦尚营曾派文台北报道。继续关心咱国内的豆仔类杂粮，主要拢是靠进口。也毋过咱政府嘛一直有在想办法，想要提升咱家己的产能。农委会的桃园农改场最近就改良出适合北部种植的黄豆仔品种，会当加收一倍。豆奶、黄豆米香等等本土食品原料拢是在地桃园种的黄豆。桃园农改场佫较用7冬的时间透种，培养出全台湾第一个适合北部地区栽种环境的黄豆新品种桃园1号。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农民他的气候风险会比较低啊，因为我们冬天东北季风伴随淫雨，它的栽培的风险会比较高。所以它有中早熟特性。那另外它有一个多分支，也就是说它的分支数比较多，那它结荚数也比较多。桃园农改场表示，本地北部的气候湿，较无适合黄豆的栽种。不过新品种因为较早熟，收作只需要98天，一季做的平均产量嘛通对原本10公顷的1300公斤，提升到2450公斤，加出要1倍的量。明年嘛推展去到南部试种，而且技术转移，进前嘛透过民众号名票选出金圆的名，挂界通更较灵密国内产品。一定是非基改，因为在基改的食品在台湾是没有办法种植。那第二的话，国内的品种主要是作为我们的一个食品或者是我们的保健食品，所以在蛋白质的营养成分上面我们非常的重视，所以国产大豆的蛋白质含量基本上都有大概40%左右。除了推展产销履历，农改场嘛研发大豆大塑调制技术，通互豆仔先移打处理，降低调制损害，提升豆仔的附加价值。记者点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那全世界即马嘛当地推广净零摆摊，要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公平公正，嘛需要确保每一个人的权益，安尼才有法度顺利转型。无对亲像进前法国有黄家的运动，咱台湾嘛捌有柴油车司机出来抗争。台大的风险中心伫昨昏就公布高碳排产业转型意识的调查，提供建议。政府正在推动净零碳排转型过程当中，安怎依持公正，确保每一个人的权益也是重点。台大风险中心则是公布，因针对运输业、制造业等高碳排放产业所进行的公正转型意识调查报告，发现有30%外的人烦恼工课会因为转型受到影响，7%外的人认为转型会影响油电的计销，造成家户负担。针对弱势者，他的用电，他在一定的范畴底下，我们是不会给他加电费的。碳税能够做一个公正转型基金，未来这笔基金就可以针对这样的一个弱势者，他受到损害的时候，来作为一个补偿。
大家咧讨论转型过程，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群体，常常拢较关注弱势族群。但是中心透过调查发现，过方3万到6万的中间所得者加基层主管，更较烦恼转型对开销的影响。这个现象伫法国的黄家运动，甲台湾2018年管制柴油车引起的抗争，拢有看到。建议政府伫定期收入标准的时，也要加入家户的实体感受。他可能不愿意揭露，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可能揭露的程度不诚实，这也是有可能。以及第三个，他虽然实际上赚了这么多的一个收入，但是他内心可能又外在于像现在通膨的一个压力的一个高涨，即使他今天是赚了5、6万，他可能认为他实际上的一个生活的能力，他可能是属于中等收入。中心表示，现主是国发会等机关虽然有成立单位关注公正转型的议题，但是台湾整体推动检讨转型的速度，也是对袂着国际的脚步。建议要成立下部会沟通的单位，伊嘛会甲这摆调查报告送予行政院做政策参考。记者郭文淡报道，台北报道。减碳无做袂用的，因为即阵全球暖化是真严重，已经影响地球的生态。亲像澳洲的酸蚵大群，最近这几冬就出现大规模白化的现象。那伫地中海，即马嘛拄着唔惊热的外来种入侵，害资本伫遐嘅原生物种愈来愈恶生存。规片的酸蚵搭，含有生物伫内底软来软去。澳洲大宝搭有全球上界大片的酸蚵搭，每一年创造超过澳洲的钱64亿的观光产值。不过，这款的光景也是受到全球暖化真大冲击，因为高温失去共生海草的酸蚵，内底白色的骨头，也就是碳酸钙，都会走出来，了后会豆豆死亡。小条鱼甲海底等等9000多类物种的栖地，是强要卖生活力。The research that we're doing here is looking at how we can upscale, how we can deploy large numbers of corals, and where we should be deploying those corals to maximize the chance of survival and success of the intervention. 插水源插落海底，用上界传统的方式记录海底变化。研究人员结合这些资讯，应用伫新科技，希望会当改变酸蚵基因的特性，来适应更较热的海洋环境，而且嘛提高复育的速度。The surprising thing was that although these bleaching events occurred, they didn't reach the levels of heat stress where we expect widespread coral mortality. So in essence, the Great Barrier Reef has had a bit of a reprieve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has enabled the corals to recover to the highest levels we've seen. 受到海水暖化侵害的，毋但是大宝搭，地中海的温度比30年前还佫较热1.2度，是全球温度升高上界紧的海域。地处内高温的外来物种会去威胁到原生种，亲像鱼面手里这只青色的蚱蜢，就算温度到30度，也是会当顺利生碳。 ظاهرة التغيرات المناخية وارتفاع درجة مياه البحر ساهمت في وجود وتكاثر العديد من أنواع الغازية اللي موطنها الأصلي ليس البحر الأبيض المتوسط، قدمت من أماكن أخرى مثل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مثل المحيط الأطلسي، المحيط الهندي، والقات من خلال ارتفاع درجة مياه البحر هنا الوسط. 人类造成的地球暖化，间接地处其他的物种将要灭绝，而且佫源头威胁人类的生存。 无论是靠科学研究，或者是学习共存，拢爱赶紧找出办法，互生态环境渡过难关。公司新闻杨眼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0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5度；外岛是7度至20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将心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